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你可以做很多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一些常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。我直说啊，小伙子，你在 PAU 我，你跟我一样，都天生磁场异常，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所以我知道你很多秘密。哦，你是想诈骗啊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通过照片回到过去，你想要体验一下吗？怎么，你不信啊？我很兴奋，惊喜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追寻了21年，苦苦追寻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你一个磁场异常，照片穿越，一语道破了天机。组织为什么今天才想到找我呢？既然你已经明白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。对呀，直说嘛，别绕弯子了。接下来我是不是该收到一个验证码，然后绑定银行卡给你转账啊？你送鸡蛋吗？